穿越楚漢，心理學保命大法。上集講到，我意外穿越返去楚漢戰爭，仲衰到撞正西楚霸王項羽喺度發大火。佢因為劉邦偷襲項家軍，成個人咆哮緊。我嗰陣真係差啲嚇到彈起身，命懸一線啊！為咗保住條命，我決定出大招，用最勁嘅溝通技巧。我不單只要認同佢，仲要玩埋模仿，學埋佢嘅語氣、聲線同埋動作。呢招喺心理學叫變色龍效應 （Chameleon Effect），潛意識會令對方覺得，咦，呢條友同我係同一類喎，咁樣信任感就自然嚟。我一邊扮佢嗰種好嬲嘅肢體動作，一邊用埋情感反射 （feeling reflection） 嚟回應佢。俾人呃真係勁難受，明明簽好晒和約，呢個人竟然背信棄義，簡直係離晒大譜。劉邦無恥之徒係無恥到極點，點知項羽即刻呆咗，佢望住我，眼角竟然閃過一絲淚光，好似終於揾到個明佢感受、明佢處境嘅知音人咁。佢周身嗰種殺氣瞬間散咗一半，點知呢個時候有個士兵衝入嚟報信，話我軍兩邊側翼俾人突襲，項家軍死傷慘重。項羽聽完，團火轟一聲爆得仲勁，佢一嘢掀翻張台，啲竹簡跌到周圍都係。佢仰天大嗌：劉邦，你竟然用埋啲咁卑鄙嘅手段！之後，霸王叫人暫時睇住我，自己就趕住去處理軍務。換做係你會點樣應對呢個狀態嘅項羽？喺現實生活，遇到呢啲咁極端嘅情況又可以點搞呢？心理學小 note：亂世保命符，睇完係咪覺得心驚膽戰？其實喺生死關頭，主角唔係亂噏，而係專業地用咗輔導學入面好有力量嘅溝通三部曲。一、積極聆聽 （active listening）。項羽暴走嗰陣，主角冇駁嘴或者解釋，而係全神貫注聽佢呻劉邦有幾衰。咁樣會令項羽覺得被尊重，啲情緒先有出口。二、變色龍效應 （Chameleon Effect）。主角專登模仿佢嘅語氣同動作，係為咗喺潛意識建立我哋係自己人，好快咁建立信任。三、情感反射 （Feeling Reflection）。主角捉到項羽發火背後，其實係覺得俾人呃，好難受呢種核心感受，再將呢種感覺 feedback 俾佢。當一個人覺得被明白，佢啲怒火自然會降溫。呢三招令項羽由火遮眼變到覺得自己俾人包容。現實生活點樣用？如果你面對住啲情緒失控嘅人，例如火爆上司、反叛其仔女，不妨試下呢套溝通三部曲。一、靜靜雞聽，聽，俾佢講完先。二、學佢嘅語氣同動作，變色龍效應，令對方覺得你同佢同頻。三、講出佢內心感受，情感反射，我明啊，你而家一定覺得好辛苦，好委屈。記住，一定要等對方情緒平復咗，你講嘢先會有力。